大家好，我是姚文祥。2022年10月10号，礼拜日，Ismail Sabri Yaakob 觐见最高元首阿杜拉瑞艾亚杜丁奥穆斯塔法比拉沙了，要求苏丹甲统治者具准解散第14届国会。注意，解散是读解散，毋是解散。解散国会了后安怎？根据英国引进马来西亚君主立宪制度。解散国会了，就要大选了。选举委员会伫2022年11月19号举办大选。即摆的鸦片毋是爱讨论安怎投票，也是政治安怎运作。这我无内行。我爱介绍马来西亚有啥物政党，请大家爱斟酌听。我莫阁听到女人讲到政党的名，阁直接用北京话出来。若是你问我，既然马来政治家的名拢总有北京话翻译，安怎莫将马来人的名直接用福建话读？歹势，若是直接扣北京话译名来用福建话读，真正奇怪，因会走去。小弟有听新加坡958社市频道的足久丰富的福建话客话之类的新闻，伊人直接扣北京话译名来用足久读。有影互我爱掠讲，因为听袂出。Emmanuel Macron 若是用中国北京话的马克龙，也是台湾北京话的马克宏，嘛是真正奇怪。因为北京话音分拢总袂符合福建话发音，嘛无我法国话发音，所以我建议会使音译做Emmanuel Macron。此外，马来西亚甲新加坡两人的祖先毋是讲北京话的，所以莫用北京话啦。马来西亚的政党联盟有希望联盟、希平、国民阵线、国阵、国民联盟、国民、祖国行动联盟、祖行盟、GTA、沙巴人民联盟、沙并联。沙平查拉瓦政党联盟，沙平这张图就包括了马来西亚的政党联盟。若是阁无了解马来西亚啥物政党是属有啥物联盟，会使倒对来看这张图。首先来讲，东马成立的政党，沙巴人民联盟旗下成员党包括沙巴立新党 （Star）。沙巴进步党、沙巴团结党、沙团结党、新沙巴民族统一机构、土都团结党、沙巴支部、Bersatu Sabah、沙巴非联盟政党有人民复兴党、民兴党、自由民主党 （LDP）、爱沙巴党 （PCS）、社会民主和谐党。KDM、沙巴自民党、Anak Negeri、沙巴人民希望党、Harapan Rakyat HR、沙拉瓦政党联盟、沙平是马来西亚沙拉瓦的政治联盟。GPS 成员党有土著保守联合党、土保党、沙拉瓦人民联合党、沙人联党、SUPP、沙拉瓦人民党。沙人民党、Peribumi、民主进步党、民进党、沙拉瓦非联盟政党有沙拉瓦全民团结党、沙拉瓦人民志愿党、民治党、Aspirasi。所落来介绍马来西亚半岛成立的政党，非联盟政党有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、社党、马来西亚全民党。PBM 马来西亚权利党、Kuasa Rakyat 少数民族权利行动党、MIRA。倒落来讲希望联盟、希平旗下有人民公正党、民主行动党、国家诚信党、新山真正统一机构、沙宾统。另外，伊人嘛甲非希平成员党的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并联阵穆达伫
即届大选合作。接落来是祖国行动联盟组成平 GTA 是2022年由马哈迪穆罕默创立的政党联盟。这个联盟主要由祖国导数党、Perjuangan、泛马来西亚伊斯兰阵线、伊定党、土都权威党、土权党、印裔穆斯林国民联盟政党组成。接落来就讲前任首相威廉亚新的政党马来西亚土都团结党土团党。土团党是国民联盟国民其中一个政党。国民旗下还有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伊党、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民政党、沙巴立新党、沙巴进步党。罗伯当然是爱讲即阵话术的首相 Ismail Sabri Yaakob 的政党。Ismail Sabri 的政党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，简单叫做武统。安怎叫做武统？顶摆Melayu 马来人马来话的音译是布拉尤，这是福建话也是泉州话的音译。布拉尤伫潮州话嘛叫布拉尤。武统是国民阵线的其中一个政党。国民阵线简单叫做国阵。国阵的标志是庆标。国阵旗下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工会、马华工会、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党、国大党、沙巴人民团结党、沙民团党。此外，还有另外8个绑架党是国阵的平党 Friends of BN， 伊人包括马来西亚民族联合党、民合党、伊甲蛋、人民爱国党、爱国党、印度人前进阵线、印进阵、马来西亚印裔穆斯林大会、印博党、马来西亚彭加普党、彭加普党、马来西亚人民力量党、马来西亚进步党、进步党。我应该是介绍完了即阵各地政坛的政党。若是我无讲到什么政党，你人会使伫鸦片下骹留话。罗伯允准我搁分享用福建话音译的马来名。国民团结部副部长 YB Senator Tuan Wan Ahmad Faisal 的福建名都是袁怀少，毋是袁怀少，甚至幼受过北教的艺名万费沙。另外，讲福建话运动发伫2008年，并且分享王亚忠的鸦片，自写普文。伊用福建话拜票，所以咱就投互伊。我伫遮好用讲福建话运动放野。我爱讲，若是爱确定支持倒一个讲唐人话的政治人物，就投票互讲南方唐人话，比如讲福建话、广府话、客话、潮州话之类的，毋是伫公共场合讲北教话的政治人物。若是伊伫公共场合讲北教话，我人就放杀伊，感谢。